小朋友好，大朋友好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，他讲说有一个很有钱的爸爸，有几个儿子2个。你又怎么知道2个了？圣经有写。圣经有写。他有2个儿子，大的叫什么？圣经很有趣，大的叫大儿子，小的嘞？小儿子。对，小的叫小儿子啊，没错，我们大小都分得很清楚。有一天，这个小儿子告诉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以后会不会分财产给我？”爸爸说什么？有啊，一定有你的。所以这个小儿子就讲说：“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先拿？”哇，这个爸爸听了这个话以后，心里面会觉得怎样？会对，你想要我先死吗？因为分财产都是死了以后才分嘛，可是现在就要分了。其实那个意思就好像说，爸爸，你为什么不赶快死，然后财产分给我？可是爸爸还在，所以这个小儿子这样讲的时候，这个爸爸心里面有没有很难过？有，爸爸心里面很难过。可是这个爸爸很爱这个小儿子，所以还是告诉他说：“好，如果你真的要分财产，你要拿你那一份的话，我还是给你。”有几个儿子？大的叫什么？小的叫什么？大儿子可以分几份？大儿子可以分2份。大儿子可以分2份。小儿子分几份？分1份。所以等于爸爸的财产要分成几份？3份。然后大儿子得几份？2份。小儿子得1份。数学不错嘛，不错，大家分财产都算得很清楚。分财产的时候，我们数学就变好了。所以这个小儿子就分到他应该分的财产，然后他就出去干嘛？做生意。出去干嘛？找朋友。谢谢你哦。对，他去做生意，找朋友。找朋友干嘛？做生意，然后喝酒，然后我不知道啦，我不晓得怎么样。但是有一天，这个小儿子把钱都怎样？全部都花完了，甚至没有东西吃了。所以这个小儿子怎么办？他聪不聪明？很聪明。他想到说：“哇，那边有喂猪的，我去喂猪，能够有工作顺便又可以跟猪抢食物，是不是？”这个跟我们以前大学打工，我们都去哪里打工？去餐厅打工，因为你工作4个小时就可以吃1餐，所以都跑。我的同学跟我们都是去餐厅打工，因为去那边打工不只有钱赚，还有饭吃。只是这个小儿子他跟什么抢食物？跟猪抢食物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想到，我在做什么？我今天在这边做什么？我的爸爸是大地主，我的爸爸有很多的财产，但是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，让我流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要来跟猪抢食物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小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因为他都把钱花光了，因为他没有让自己走在好的道路上，因为他失去了他原本人生应该有的方向。他拿了财产说要去做生意，但是事实上在那个当中，他迷失了自己。所以这个小儿子，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？回家，回谁的家？回他爸的家。回他爸的家，不是他的家因为财产已经分掉了那个家算谁的？爸爸或者是哥哥的，那个家已经不再是他的家了。所以他就回家，然后回家以后，他想说：我如果能够回去找我的爸爸，
我即使找我的爸爸去帮他做工，我都还有饭吃，我都还有工作做，也比在这个地方喂猪跟猪抢食物要来得好，所以他决定要回去。没有想到这个小儿子这样走着走着，当他远远还没有到家的时候，他看到有谁在那个地方等他？爸爸在等他。所以这个儿子赶快过去，告诉他的爸爸说什么？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。基本上简单讲就是我跟你对不起，我从今开始我不配做那个你的儿子。可是啊，如果你能够收留我，让我有一口饭吃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爸爸怎么讲？好啊，希音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有这样吗？没有。这个爸爸他赶快叫仆人给了3样东西。第一个给了衣服，给了戒指，然后给了鞋子，重新接纳他回来。这个小儿子有没有很高兴？他得到这样的对待，对他来讲是出乎意外的。这是不是恩典？是，这是意料之外的恩典。可是啊，谁生气了？大儿子。请问大儿子为什么生气？因为大儿子他都有做工，然后别人有解释呢。因为大儿子都有做工，都有努力。你知道我要讲这个故事吗？你不知道嘛？我这次保密的很好啊。大儿子有做工，有在家里听爸爸的话，有做他应尽的工作、应尽的义务。可是当他看到他的爸爸对这个小儿子很好，还带了羊出来让他宰了、杀了的时候，能够跟朋友一起吃的时候，这个大儿子有没有很难过？为什么难过？因为我都有听话呢，我是乖乖牌的呢，我都有听话呢。可是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？啊，那个弟弟呀，是一天到晚不做正经事，也不帮忙，也不做家事，结果他因为在那边吵，然后跟爸爸说他要分财产，他就得到。这个大儿子心里也很不平衡，我很听话的，怎么没有得到爸爸的称赞？可是那个一天到晚没有不务正业的，却在那个地方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恩典，把钱都花光了，回来还可以当儿子，多好！小朋友，如果你是在这大儿子跟小儿子里面要选择，你要做哪一个？哪一个比较好？当然是小的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做小儿子比较好？因为有钱花，花了完了还可以回来。可是问题出在哪里？大儿子有没有爱爸爸？啊，小儿子有没有爱爸爸？他怎么爱？大儿子怎么爱爸爸？听爸爸的话。所以我们认为听爸爸的话就是爱爸爸，对吗？对。那小儿子有没有爱爸爸？小儿子有爱爸爸吗？啊？出去做工啊。出去做工。怕饼，然后他又回来，所以他有没有爱爸爸？这2个小孩，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都没有爱爸爸，包括连大儿子也一样，没有爱爸爸。为什么他没有爱爸爸？因为他爱的是爸爸的财产。我听你的话，为的是要得到什么？财产。但是他有没有爱爸爸？爸爸爱的是什么？爸爸爱的是这2个儿子能够彼此在一起，大家在一起，互相相亲相爱。可是，在这个当中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好像对大儿子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很认真做事的，他对小儿子
这个太扯了，为什么他出去把钱花完了回来，他还可以当成那个儿子的待遇，而不是当工人的待遇？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想一想，我们爱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还是我们爱的是上帝本身？我们很会跟上帝求，包括我们小朋友、大朋友都一样。我们会跟上帝求，上帝啊，求你赐给我考试顺利，对不对？求你赐给我学期开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老师，求你赐给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环境、很好的邻居，求你赐给我让我工作能够顺利，求你赐给我让我在还有什么可以求？我们还求什么？健康，还有求什么？喜乐。我们可以跟上帝求很多的东西，但是当我们没有求到，我们没有拿到的时候，我们会跟上帝怎样？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为什么他有？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我们会跟上帝抱怨，因为我们爱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却不是爱上帝本身。小朋友，你爱你的爸爸妈妈吗？哇，这样讲不公平啊！3个有2个是我的，这样不太公平啊！问下去哦，等一下我自己下不了台。请你要记得，要爱你的爸爸妈妈，胜于爸爸妈妈给你的东西。你不是因为爸爸妈妈给你的东西才去爱你的爸爸妈妈，而是因为你要知道爸爸妈妈爱你。不管他给你的东西是困难、是挑战，不管他给你的东西是责骂，或者是他给了你不想要的东西，比如说什么棍子，被修了。妈妈不是说爱我吗？为什么拿棍子修理我？这个我们会求吗？我们会跟上帝求说：上帝啊，求你让爸爸妈妈修理我。你会这样求吗？不会，哇，聪明呢，聪明啊！我们不会跟上帝求这个东西啊，说求上帝让爸爸妈妈修理我。求对你有益的东西。我们都会求对我们有利的，对我们有益的。我们想要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好处，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要爱上帝本身胜过他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我们的上帝，不是因为他给我们很多好的东西，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愿意去爱他，我们愿意与他同行。小朋友，问你，如果是大儿子跟小儿子2个，你要选哪一个？都不要。你要做哪一个？做你自己，做爱上帝，做爱爸爸妈妈的那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大朋友，哦，这小朋友很热烈哦。大朋友，我们也一起学习，我们去做爱上帝的那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大家。